来看。对，什么人是你的姊夫？四英勇，你若要治性命，即刻跟我走。丁山啊，对，叫你离开，你是要怎样走呢？走就走嘛，若是看你义正言上，谁医生爱叫你姊夫？若无人医生一定都爱倒靠你。哼，当然，你来这毋是要看，当然你来这是要窥寒的我。是丁山，我以为你是一个英勇好汉，想袂到，你却是一个无讲情理的公汉。我错。那你为什么故意要挑出咱的姻缘呢？哎呀，丁山，你受骗了！英雄无老母，伊的双亲早就双亡了。哦，早就死。韩丽花，拄则你第一讲，看伊四英勇，人品不凡，才收伊起来做义弟。是啊。 我是为你好，想要甲你添一名勇将。哦，那安尼我毋着爱多谢你咯。我问你，韩丽花，若是西凉毋早一日太平，若有看到所有人品不凡的人，毋着拢传你的结拜小弟咯？韩丽花，你会记袂？会记当初时？ 你记得我四定山，也是讲我人品不凡，为了逼我温婚，三
琴山哦，到现在咧，才知影就你这个寒阿梨花，记得每一个人品不凡，都是要甲烧起来做小弟。寒梨花吼，你是一个用我做小老师，我今日无伫你是要等老师。好。好汉尔尔，你竟然搁来闹出这款代志来！哼！你无想看卖？听老千岁，伊是无简单才将梨花请来，伊杀死杨元，代替你的父税，报出父仇，搁来救你的性命，搁帮助你攻破白虎关，你竟然搁将伊休离！你分明是要将为娘活活气死！母亲。哼！听爸讲啊，免叫，加好势。我早若要知影你安尼吼，我毋免安尼年岁食到遮尼济，安尼走到长期脚干啊四米咧吼，我也着去请人，也着去请酒。我坐到这个细场的安尼，盈盈来啉烧酒，我爽快我毋。哼！听爸讲，母亲，这次。我将汉的我休离，实在是你无可能嘛！伊甲施延良虽然是名闻讲是姐弟，其实因暗中串通私情啊。这话什么人对你讲？是施延良的老母亲嘴对我讲的。母亲，你若唔相信，一项大药当场也有听的，你通我问伊，敢过来做干净？老夫人啊，阮甲元帅去清凉关要倒转来时，拄到一个老大人啦。伊讲伊是施永玲的老母，遐个话吼，正是伊亲嘴甲元帅讲的。也毋过，无啊，也毋过是怎样？也毋过吼，迄个老查某，伊咧讲的话，足像咧讲白惨的。伊讲的每一句话吼。足生人生生早就甲伊教好好，叫伊就爱安尼讲。好，听爸讲，当时我也是毋相信，也毋过昨日，伊施永良一到位，哼！汉丽花听到施永良一到，十分的清澈，看到施永良，迄个声音你都无听到。哎呀，我一个好贤弟啊，我一个贤弟啊，声音你真清澈，哪有错可见？迄个老夫讲的完全是真的啊！啊，上。迄梨花咧收施永良做二弟啊，啊，搁囥伊去写规章，迄我甲仙童拢伫边啊，阮亲目睭拢有看到啦。哎呀，听爸讲啊，根本因就串通好，要骗你这个老大人。你若相信伊咧，后摆若输的，是毋是较自由啊？你呀，吼，无啊，我老听安尼年岁食到遮济啊哈。我食盐较济，你食米呢？我过桥较济，你行路呢？互你想讲你头脑才好，互我食老安尼混沌无路用啊！好啦，我就算讲我食老较无路用，也较好互人骗啦。也恁迄个某林清李主甲迄个仙童，伊敢嘛真是遐好骗心哈？夫人，夫人，代志满啦！我当家伊敢要写我去做年糕啦！你为什么要阻止我？送我的话出，送出乡去。我哪有迄个面通好见？我出家，跳出风尘，免得受人欺。
三妹。情丝剪断情，你叫我这个做宝贝，要怎样对得起着你的母亲呢？韩小姐，搁再讲，你甲丁山缘分，这是皇子行事，那安尼，我要安怎样向皇上交代？是啊，韩小姐，你是我万我救命的恩人，阮我。 甲你要求，你千万唔通要效法为你，丽花，丁山一定会回心转意。可是，你若是执意要剪断情丝，我这个做宝贝也只好跪下求。宝宝，宝宝。 家。
谁去？小女子汉秋官，求天鸟皇帝伸冤。有心冤枉。小女子名叫汉秋官，乃是汉江县首长汉皇的侄女。小女子本身并无冤枉，也毋过我的同姐汉丽花，伊却是受了天大的冤枉。韩丽花已经奉旨以四定山完婚了，哪有受到什么冤枉呢？皇上。小小之事，虽为故故还乡，意愿太多大。汉秋官也公婚世朝。皇上，汉秋官，你真关岁啦！皇上啊！三公亲笔画图板。
丽花要入空门，阮当家已经是第3摆去互四顶山甲伊休离啊！好大胆四顶山，奉旨冤婚，竟敢休妻！皇上，听不懂咯。七王伯，韩丽花乃是我条公事，四顶山竟然这么大胆将伊休离，难怪当初平了王会将伊加禁在牢中。这一摆连朕的旨意，伊也敢无藏在眼内，我绝对袂当轻易了过。立即起驾，前往白虎关严办四顶山。